楚乔进入了平静的生活，却没想到燕洵已经步入了深渊。话接上回，在那一夜离开了云碧之后，楚乔就开始一个人牵着马四处的游荡，走了半个月时间，便到了北朔城，并且在这里待了许久。他曾经带领着燕北的人民建设家园，帮助他们努力恢复生产，这也让楚乔赢得了燕北人民的心。但是楚乔依旧因为宇文越和燕洵的原因，要选择离开燕北，离开这些拥护着他的人们。所以在楚乔离去的当日，很多燕北的人都早早的在城外等待送别他。在这些人之中，有老人和孩子，也有曾跟他并肩作战过的士兵们，还有在他保护下死里逃生的北朔百姓，以及前来做生意的商人们。楚乔那一瞬间被那些眼神震惊了，其中有不舍、难过、挽留等各种的眼神，但是却没有任何声音，都只是安静地望着他。因为这些人也都知道楚乔想要走，那么没人能够拦住他。其实楚乔也没有忘记自己身上的责任，以及对这些人说过的话。即便是贺萧带着9000秀丽军站在他的面前，他也依旧要离开这个地方。因为过去的2年，他眼睁睁地看着燕洵一步步改变，将西魏压制得抬不起头来，坐稳了燕北的铁桶江山，却也跟自己渐行渐远。在楚乔的眼中，燕洵已经不是曾经他所认识的那个人了。燕北终归有着燕洵就足够，他楚乔此时已经是燕北多余的人了。而跟燕北不同的是，此时的西魏已经乱作一团。在宇文越死后，宇文家的那些老头子们直接将宇文越逐出家门，连尸体都没有葬入他们的家族领地。但即便是这样，撇清自己，宇文家的地位也是大不如前。那些旁系子弟没有一个能登得上台面。袁彻也因为宇文越的原因，直接被贬到了东北边关。整个西魏的权力开始了重新的一次洗牌，却再也没有以往的那种霸气了。此时整个天下已经被分为了4份，南梁的萧策在西魏和燕北对抗的时候，已经偷偷坐稳了自己的皇位，而怀宋的长公主纳兰红叶开始了主政。燕洵则是盘踞在西北，跟西魏隔江相望，整个天下已经没有了一家独大的趋势。但即便是这样，燕洵也不敢轻易的去攻西魏，因为在贺兰山的西南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新的政权，没有人知道它如何出现的，只知道这个政权的领导者自称西海王。西海这个地方其实并不适合居住，因为在之前2000年的时间中，此地一直都是酷热贫瘠的地方。不仅寸草不生，而且野兽横行，主要是各个政权对于犯人的流放之地。但就是这个地方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新的政权，这也让燕洵开始注意了起来，并且之前一次出兵，燕洵就吃了这西海政权的一次亏。当时燕洵亲自坐镇，指挥着7万大军准备攻打雁鸣关南门，在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，西南后方却突然出现了一批战斗十分彪悍的军队，直接插入了燕北军的左翼，粉碎了燕北军的进攻之势，并且在燕洵调转马头还击的时候，那群人却又很诡异的消失了。所以说，这个青海王的出现对于燕北来讲就是一个噩耗，尤其是翠微关被掌握在了青海王手中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青海王想要什么时候去燕北转转，他燕洵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这也是燕洵不敢随意出兵的原因。而此时的楚乔其实隐居在了燕北地区的一个山区之中，安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。而在离开燕洵的政权之后，楚乔其实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，那就是带着300名精锐的秀丽军前往了西魏中，抢夺回了宇文越的尸体，在自己所住的家门前给他立了个墓。而拿到尸体的那一刻，楚乔也认不出此人究竟是不是宇文越了，因为宇文家直接将他的尸体经过了鞭刑，随意丢在了乱葬岗。楚乔找到他的时候，尸体已经破碎的面目全非，无奈之下，楚乔也只能将其火葬后带回。这2年的时间，他的身边围绕着一些曾经自己救下的孩子，以及秀丽军的一些人。这些人都是在楚乔离开都城后一直跟在他身后的人。无奈之下，楚乔只能带着他们。而今日又是到了宇文越的忌日，楚乔做好了饭后，就端着饭菜前往了宇文越的墓前跟他说话。这也算是楚乔近2年唯一的大事了。我昨晚又没梦到你，你说你是不是没死啊？要不这么没良心，
连个梦都不入。楚乔随意地拨弄了一下饭菜，便开始对着坟墓自言自语了起来，无非就是不断地给宇文月吐槽，告诉他自己如今的生活，以及回忆那天的事情。我明明有那么多的办法，可是为什么没能救下你呢？楚乔一边说着，一边靠在了墓碑之上，然后逐渐地进入了梦乡。本来楚乔也以为自己之后的生命就会一直这样平淡下去，但是第二天一大早，一个巨大的消息便传入了楚乔的耳中，彻底击碎了他生活最后的宁静。大人，请您下山吧，您若不去，寒生盟必定会彻底覆灭。此时一个男人正焦虑地看着楚乔，而楚乔此时也是有些蒙圈，因为寒山盟叛乱的消息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的处理，并且寒山盟造反的事情传来后，下面紧接而来的就是燕巡要彻底铲除寒山盟，目前已经解除了巫先生等人的兵权。虽然消息听起来如此确切，但是楚乔始终不愿意相信，理智不断地告诫着他不可以草率地听信这种谣言，因为燕巡虽然手段狠辣，却不是一个没头脑的人。在目前的情况下，燕巡除掉寒山盟和巫先生等人算是勉强可以接受的，但其中有一个人是燕巡的亲妹妹。虽然嬛嬛是被寒山盟抚养长大的，但却未必会因为寒山盟而跟自己的哥哥反目啊。你先下山吧。楚乔对着男人挥了挥手，这件事他还需要斟酌一番，毕竟对于寒山盟而言，楚乔也没有太多的好印象，他还是要等待后续的消息才行。但是这件事的发展彻底的脱离了楚乔的预想，因为仅仅2日的时间，战火就在燕北境内爆发了出来，寒山盟的很多领导者都遭遇了围剿，并且在被围剿之前，他们甚至没能够听到一丝预警，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的反应。而第2日的晚上，那些求救楚乔的人再度登上了山，如果楚乔这一次依旧不下山的话，那么局面就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，并且这一次他们还带着钟宇所写的一份血书，但楚乔看到这份血书后，也仅仅是对着那些求助的人鞠了一躬，辛苦你们了。而就在这些人以为求助无望后，开始绝望地看着楚乔时，楚乔的眼神一瞬间就发出了凌厉的光芒，然后大喝一声：贺萧，备马，下山。这次楚乔只带了20名护卫就冲入了茫茫的夜色之中，这一路上他已经不愿意去想那最后的结果。雨姑娘的3000护卫团此时被杀的只剩下不到100人，并且人人身负重伤，但是在他们看到楚乔等人前来的那一刻，立即如同猛虎一样一跃而起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救星来了。而楚乔到达雨姑娘的营地之后，也立刻冲入了草屋之中去看望钟宇的伤势。我就知道你会来的。听到响动后，钟宇便看向了楚乔，微微笑了笑。在楚乔看到钟宇之后，眼眶也不由自主地湿润了起来，因为一支利箭穿透了钟宇的胸口，此时只经过了简单的包扎，但是却没有人敢将其拔出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楚乔坐在了床边，强忍着心中的酸楚问道。而钟宇也将整个事情告诉了楚乔，因为长庆的税赋太过严苛，所以当地百姓便选择造反，而任巡只知道连年的征战，不断的征兵征粮，根本不在意燕北百姓们的死活，所以钟宇他们也只能跟随百姓造反，好让燕巡重视一下那些已经吃不上饭的百姓们。听完钟宇的话后，楚乔只能咬着自己的嘴唇，他没想到燕巡竟然连自己的百姓死活不管了。而此时钟宇说完所有的话后，也终于撑不住了，胸口处的鲜血止不住的流了出来，无论是楚乔如何的用手挡住，也依旧没有办法挡住那根洪水一样的鲜血。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，我早就想过会有这么一天，却没想过会这么的快。钟宇此时依旧微微的笑着，其实他一直有个愿望，那就是希望好好睡上一觉，没有任何的战争和杀戮，他爱的人就躺在他的身边，但现在永远都没有这个机会了。阿楚，我要睡一会儿了。阿楚，我要睡一会儿了，我太累了，就睡一小会儿。说完这句话后，钟宇便带着笑容闭上了自己的眼睛，
而楚乔也痛苦地哭泣了起来，紧紧握着钟宇的手，不让他滑落下去。这一刻，楚乔坚定了自己的内心，他还有很多事情未完成。那么楚乔该如何的去做呢？我们明天再聊。